唔專夠窄，男女都殺。好靚仔啊條牛仔褲，哇唔專仲靚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吳尊。那我這次呢很開心呢，就是可以為 Levi's 代言，因為我覺得之前從小的時候呢就很喜歡這個牌子。那他們這一次呢有那個 slogan Go Forth 的這個精神，其實我覺得跟我自己的性格其實蠻像的。因為我覺得我們年輕人做什麼東西，我覺得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勇往直前。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要不管你做什麼東西，就是不要怕失敗，要勇敢去嘗試。靚仔着 jeans 仲有冇 tips 啊？其實我覺得穿牛仔褲就是你要怎麼穿都可以。對，像有時候牛仔褲你要配西裝啊，你要配襯衫啊，你要配 T 恤啊，都可以。那我覺得就看你的心情。像我今天格子再加牛仔褲再加靴子，我覺得也蠻有型的，也有自己的那種味道。所以呢，我現在要出去 shopping 啦。聽完型男心得，仲有型女最牛之選。Hello， 我係 Carrie 吳雨霏。咁我牛仔褲嘅選擇咧，我諗我自己最中意就係揀 skinny jeans 嘅。咁就好似我而家着緊呢一對牛仔褲咁樣，非常之貼身，非常之啱着，非常之舒服。其實自己都擁有好多條 Levi's 牛仔褲，咁特別係呢幾年，因為覺得即係好啱身啊，即係好 fit， 尤其是好啱呢個亞洲女仔嘅身形咁樣。今次 Levi's 推出限量牛仔褲 Recraft 501同埋 Sleeky Modern 系列，大玩窄褲熱，好英倫啊！女裝一樣玩窄，更特別考慮到亞洲女性較纖幼骨架同埋腿部比例，具緊貼腿部、提臀同埋拉長雙腿效果。上星期四啱啱舉行咗秋冬 Fashion Show，潮人準備入貨未啊？